在篇章理解方面，我们同样提供的练习范例。这里是一篇文章，它念起来应该是这样：年30對我來講係一年中最重要嘅日咧。年30下晝，有客人如來到塘下見阿公婆，到10日嘅下，有下出去打拼賺錢嘅人沒幾多，一家平安美滿嘅享受團圓飯。19日，撒下來嘅時間都交本後生細子，開始狀元呢，也下塘下前嘅禾塘，親像戰場，公路愛腳人處，항상是做唔得高嘅自跑嘅，也下大家打到跳。這個路下嘅禾塘安呢，隔壁嘅規個莊頭路係，談到也就跑上，個冇大名人都唔敢行上前呢，我講見人處。等時辰來到年初一嘅第一個吉時，新嘅一年來嘅，塘下嘅神作燈香，擺到一作嘅辦法各自屯堂嘅，北公帶等火房人向下建築，北公屯主公搭車過去嘅一年平平安安，祈求未來嘅日子本本做得保佑太太細細，今等主公係等幾個做到弄等石頭，一個火房過一個，用龍石來拜新年。本到年尾，一到細奧嘅唔講自跑嘅上，係咪我哋能係年初啊？那它的題目是第一題，根據文章作者狀元記下最強嘅係乜嘅？第二題，根據作者嘅意思，真實嘅年初係乜嘅？首先，我們來看第一題。第一題裡面文章中，我們有畫紅線，但是考試的時候可能考生看不到文字，只聽得到聲音。那它裡面有講到，平常做唔得高嘅自跑嘅，也下大家打到跳，意思就是放鞭炮的意思。所以在題目中，根據文章作者狀元記下最強嘅係乜嘅？那我們選項裡面，第一個食團圓飯，就是吃團圓飯；第二個打自跑嘅，就是玩鞭炮、放鞭炮；第三個是弄石嘅去舞獅；第四個跟阿公婆是祭拜祖先的意思。所以根據題意以及我們題目文章的內容，他們最高興的應該就是放鞭炮，所以選項我們應該選2。那第二題，根據作者嘅意思，真實嘅年初係乜嘅？那我們文章裡面有念到，要到細奧嘅唔講自跑嘅上，小孩子不怕炮聲，然後他又說到，他們才可能是真正的年獸。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選項，一定get到聲音呢，就是指文章裡面那些小孩子。第二個，山上下來嘅怪物，怪物就是從山上下來的那些妖怪。第三個，出去打拼嘅後生，出去外面打拼的年輕人。第四個，帶等建築嘅伯公，就是帶頭來拜拜的這個伯公。然後我們根據題目文章的內容，應該選項選1才比較符合。